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宝地伊那遐伊那子，就是这边啊！你若是想要摕宝藏，等者咱做伙入去讲台语。恁甲平常时甲咧讲台语？啊，等者好好表现哦，招梦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梦神，下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，探险队长，宝地来因那遐爷那子，大家好。真好，就是介意听到恁这个有元气的声。啊，不过天气出热呢，想要问小朋友，囡仔遐囡仔子，你有啥物哦会当哦，伫咧这个热天，互家己哦上凉的撇步？撇步？为什么撇步？食西瓜，食西瓜好。穿短衫短裤，短衫短裤还是无穿衫？不，出去嘛是你爱穿。讲我穿衫啊嘛是会感冒呢。快点！去游泳，去游泳，游泳，吹冷气，吹冷气，就无是吹冷气安尼。吹冷气嘛是一个上好的方式。啊，莫吹伤久啦哈。对，因为哦，咱爱这个地球。安尼，我想要问咱的队长，你敢会食串冰？搓冰好诶，我嘛该搓冰。啊，你串冰拢加什么料？加蚵啊。蚵啊，蚵小爱食蚵啊。上爱食蚵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听起来哦，这个热天的时阵食一碗串冰，安尼规个人哦拢凉起来啊。甲咱共款，今仔日要摕宝藏，就爱放轻松，才会摕到金箍箍，也搁有宝藏，对不对？既然是安尼，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宝地我的队长。欢迎光临。好，小朋友来，咱做伙来这个所在。我操！你看得出来，伊即摆是咧创啥哦？是起笑是无？起笑，你讲什么？想讲我起笑？你都这样讲啥？看袂出来我的动作是跆拳道吗？跆拳道，看袂出来？你即摆有咧练跆拳道？有啊。有这个班哦。哈！哦，一点仔气势拢无。嘿，敢有人会晓跆拳道？跆拳道想要，无你先拍两只来看觅。袂，你会晓踢棒啊好？势哦。对，有影无影？有影。我甲你讲，我最近拢有扎棒啊伫身躯顶啊。哈？真正有咧？啊，我要安怎提配合你？安尼较头前一束出来，安尼哦。较头前一束啊，安尼较后壁，你徛中较。哎呦！哇！这个棒啊，你做纪念吼，下面会使找伊签名。哦，所以你安尼学偌久的时间啊3年。 ？3年。3年。搁有你继续学？有。啊，毋过今仔日你就是爱加讲、加开嘴，甲台语讲出来，好唔好？好。摕到宝藏好唔好？好。好哦，甲礼物炸灯报地。来，准备第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喂，各位布袋内囡仔兄囡仔姊，甲恁请问一下，若想到冬天，恁会想到啥？米酒皮。米酒皮，哎呦，因为一定爱加嘛。啊，文通你会想到啥？食饱。啊，食饱。阮着咧。
食圆啊，食圆啊，哦，冬节啊，冬天的时阵元宵嘛爱食圆啊。啊，小芳，你会食啥？还是冬天你会想到啥？食火锅。食火锅对啊，食火锅。那我冬天就想要困，互迄面皮足歹起来，我就想要温的面皮内底，啊烧乎乎安尼，哇好咧！安尼今仔日就是要来甲恁考验，头先咱讲到的，拢有淡薄仔关系。准备好未？好，好来哦，加油，힘내가！好，看头前啊，开始哦。先落较准的哦。你要看，哎，有啊，好，对，来，来，哎，大一，嘿，对，大一，对。哎，无真对，来，看我较准的哦。超唔，对，草鱼。文龙，米酒会，哎呦，头先你讲的呢，你看，搞啊，桂冠，哎，胃寒。哎，林吉吉，对，林吉吉，林吉吉，好。哎，有啊有啊，较拍拼小可，无，啊来 pass pass，你咪个你讲好哈，，啊，这位，喂，小宝，食饱啦，哦拄食苦才讲的当做食饱，好，爱水唔惊冷，唔惊你，海水唔惊捞啥，好，无要紧，你咪个你讲，哎呦，水哦，后一块是皮皮串，皮皮草，水，真好，喂。棍当，哎，我唔对，困当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哦，你咪给你讲，好，哎呦，小猪鸡，水哦，烧酒鸡哦，烧混混，食落烧混混，真饱，加油哦，看好准哦，薰衣草，真好哦，薰衣草嘛知影。哎呦，开始，跳出来，生烘，酸风对，酸风。哎呦，小混混，好，水来，看卖还佫拼一题无？当时候较贵麻油，哎呦，赞啦！时间到，哦，来这题这题可以啦。有无？还是咱做伙来学习？哦，好。你讲伊有解的重点讲出来。嘿来，有倒几题咱做伙来看者。温泉是毋是？迄台路边是啥？咱做伙念一解。温泉，浸温泉。恁敢有浸过温泉啊？有，有哦，真好。啊，另外一句是啥？爱水毋惊。老皮水，啊，你头先是讲啊，爱水毋惊寒。是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伊就是毋惊寒。啊，这老，这就流鼻水，我毋惊，毋过我就是爱穿好水水安尼。啊，佮有冬天较大出的，乌鱼啊，咱佮念一解，乌鱼。好，再来，豆角，对啦，豆角，你有看到吼？佫是 TOO，就是 O 嘛，豆角。豆角，来哦，拢总得到1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厉害哦，第一关就一个金扣扣啊！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好，好来，准备接招，힘내가！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伫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事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若讲到好食，搁真肥的蚵仔，我就会想到布袋，就是恁遐对毋对？对，真正赞，看你的表情就知影你捌食过吼。来对啊吞喙，吞喙烂。啊，你敢捌亲戚朋友有伫咧做蚵仔甲蚵仔有关系的工课？有啊，榜文你有啊？什么人？爸爸，爸爸哦，爸爸是你做倒一方面的？食的还是讲你饲的？吃的，饲蚵仔哦，厝内面哦你饲。啊，王文，
我来咪主旨互你吼。太假了。丢时的时阵，OK 无？啊， OK， 交到一个朋友啊，赞啊！好，安尼今仔我要来出题目啊！好，题目就是一甲六，对小排甲大，安尼知影无？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加油，开始看。这边上大的是啥？你迄边上大的是啥？啊，这边上大的咱上大是啥物？伊是一种鱼啊，伊有粉红啊小甲蓝色。哦，我哪哪色跟哪色上大？你想看嘛？有粉红啊色的。生蚝就有名。哦，你配哦，配哦就有名的。嘿哦，就有名啊！你家己讲，你这边，啊，你迄边上大的咧？阮这边上大，伊是世界上大只的海内底的动物。伊会喷水，会喷哦水，白啦，伊讲摆地啦，对啦，喷水的哦，安尼，上大的恁这动物边咯。的，你第二大的是啥物？中的中的，伊上去的时阵，伊就会膨起来。安尼伊排咧第四。第四好号，，安尼咱摆咧第五对吧？第个，哦，妹妹哦，哦，妹妹一个人，两个人做伙看，两个人做伙看。你上细是啥物？上细，伊足贵的，然后食的一丝一丝。你哦，足贵什么色？你家己讲什么色？白白色的，日本料理拢有。哦，日本料理啊，什么色？哎哦，妹妹，哦，你真正有讲哦。你迄排伫咧第第二号，哦，安尼，恁连咪搁来确定一下哦。我感觉有一位敢若怪怪哦。嘿，第一，恁确定一下3号甲4号对方的是啥物？紧问紧二。问。三号是啥？伊有卡。伫咧大海内面买当伫。伊有卡，啊，今日伊讲的海甲大去。迄边海嘞，哦海嘞。伊有卡有比你迄边较大无？爱排伫咧啥个？是不是？第三个对。第四个到第三，你第四个到第三。好。第四号到第三号，看头前的号。啊，甲顶下要时间要到啊来。讲一下，咱第二个是啥？第二个是啥？阮第二个伊一丝一丝日本料理拢会出现。啊，第三个，甲伊讲一下。时间到。好，时间到啊，免搁讨论啊。咱今日非常欢喜，非常了不起，有加入一个工作人员，无对，是咱的。伊一个人哩某，啊边仔迄个看起来是高高拢无代志，你甲伊斗搬啊，哪有一个？伊拢家己用啊。啊，是伊拢是咧讲话。好啦，想讲你跆拳道练到安尼才有力，你放一个妹妹过来。好，咱来看卖恁到底钓着几题，现来教。哎哟，对上细排到上大，咱来看卖到底是对啊毋对啊？第一题是啥？无啦伊。头先阮文讲，你毋知要安怎讲这啥是毋是？就细只鱼啊。嘿啦，伊就是足细只的鱼啦，鱼啊，足细只的鱼啊，白白安尼。白白啊一点，迄就是目睭。嘿对。安尼有了解母仔鱼啊？母仔鱼真正是足细。啊，煞来，干贝敢有比母仔鱼较大啊？啊，头先你迄边干贝是安怎讲？一丝日本料理会出现。啊，搁有啥？伊是圆的。通啊食青，通啊食烘的，对无？好，说落来，这啥？气龟。刺龟。来文风，这样咱讲文风头先。伊上去的时阵，伊会膨起来。碰起来，然后身敢若喷躯有刺。鸡龟啊？嘿。啊，搁有啥？伊身躯有刺。哦，有刺。啊，刺就袂使讲。啊，刺啊，就刺骨，伊身躯擦，擦会使哦，无？伊拄仔讲有尖啦，敢若有尖安尼？对啊，所来是海龟敢有比刺龟较大？有吼。头先你讲到一个真好的是啥？有卡。有壳。啊，毋过你头先无说你讲到海，海内面有壳的，就是敢若伊尔。海猪啊，甲海龟啥较大？海鱼啊。对，海猪啊，海猪啊是啥？海豚。哎呦，敢有看过？有。有吼。啊，你有看过粉红色的啊有。Google 的图片。 Google 啊 ？Google 的图片啊对，Google 的图啦。网络啦，好，海猪啊，海翁咧，金鱼。金鱼。头先恁这边有讲到，
讲到足好的呢。是啥？文峰，世界上大只的海内底的动物，世界上，嘿对嘛？世界世界上上大的动物。动物，好，安尼看起来是毋是拢对啊？水啦，这个6题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水要加油哦。好，希望他甲一个金扣扣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。我来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我即摆有一个问题想要来问阮文，听讲你嘛对迄个环保的议题有研究的？无啊，无研究。啊，毋过听讲你对安怎省电敢若介了解？有哦，这个有啊。安怎省电？你通甲大家分享一下。伊手关电火，哦，想到就甲电火关起来。哎，哎哟，敢搁有？较少吹冷气。开始吹冷气爱啊，地球真好真好，准备要来考试啊！好，哦，加油哦！要考验的就是，请讲出山还是海这个词。山有倒山有。山顶、山尾溜、山爬山，啊，这济我讲甲你讲海济。嘞，无啦，海岸海底。海嘿，好，咱来加油，现在个。做伙哦。海，海底。嘿，好对。海，海底，海地对。山，山区。山区好。海，海洋，海洋对。山，山顶。好。海，海岸，海洋对。海，海山。海山好。山，山地，山地好对。山顶会对诶。海地无山地啊。山，山尾溜。山我的。海，海味，海味，海，哦海味好。山，山友。山友，山友，我的好朋友做伙爬山。海，海边，海边。好。山，山头。上卷山头。好，卷山头。海，海口，海口，哦，真好哦。山，山的全背。山啦。山全背。山，爬山。喂。山，山羊啊，山羊啊，哦对。对哦。山，哎，讲真济哦。真搞真搞，后面一个坡请好无？咱虽然咧看戏。山搁有山球啊，高尔夫，山球。山茶花。山地花有啊。山地花嘛用的吼。阿里山，阿里山，山嘛会使啊。山嘛用。系啊，山会用的啊。海，讨海人。讨海人。真济题，真济题。哦，16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，换咱啊，换咱，来，换位。换位。好。哇，换你啦，真简单，讲出亲情的事。真简单。查某阿爸嘛，后生，这拢是查甫啊，查某阿母。哦 ，Oh my God， 讲。你这件我知哦。你准备好啊吼？啊，你嘛准备好啊，要开始哦。查甫。查某哦，听来个。查某。阿母。查甫。小弟，查甫。阿爸。阿母。哦，不是。查某。大哥，阿公。查甫。阿姐。查甫。丈公，查甫。故宫啊。查某。阿静，查甫。阿公啊。啊，无，头先还没讲到阿公啊。查某。
张人爸，查甫，高张，查甫，查甫，阿姑，查某，小妹，你有小妹啊？我，有啊。查甫，佮开讲。查甫，足济，三节讲三金婆啊，丢人爸，讲过啊。你讲过啊？是，讲足济去啊咧，我是毋拢讲差不多啊，敢搁有？表弟，表小弟，表小弟表小弟，表兄，表兄，表兄敢有足讲？多呢，足多呢。恁亲情真济哦，你有真济亲情？我甲阮亲情拢讲了，啊，拢叫人讲了。好啊，无要紧啊，来讲来啊。好，恁坐落啊，恁坐，你赢的通啊坐，嘿，赢的较通啊坐。好，两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好，三个金箍箍，敢摕到宝藏咧？来看卖一个，险来个。恁敢决定好啊？好啊，遮紧哦。要选的是鹅啊。无鹅啊哟。我开始因为你报地来，我看到你敢有一寡鹅仔味。要吃鹅啊？有鹅仔味，哦，足芳的，我足介意的。足幸福。嘿啊，啊，你要选倒一个动物？每回咯，每回落的哦。好，飞弟你有三个金箍箍，豆豆的用，手甲放进去，我讲车饲落才饲落哦。每回落，车饲落。哇！得奖啊啦，关奖！得奖啊！哇！想袂到第一个金箍箍就甲死掉啊！宝藏摕去啊！足强的咧。运气真好真好啊！啊，毋过运气好之下是爱因实力有够好，对，真正厉害。台语讲了真好，对啊，台语讲得真好。啊，恁摕到这个物是哦，6合1咧， 6合1的，免免食茶，免食电。啊，会使用6种无共款的造型。哇，真正赞！好好啊，转去甲兄弟姊妹分享一下。这会算哈。毋管是讲台语，还是算这个佚佗物啊，好唔好？好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华丽讲台语。